中後色啦，那個黃金樣嘅嚇。就那個米頭凍切片。我東區冇是那些的嘛，就在台灣剩唔到，點都係印尼菜較多。我幹。哦，抓巴米哦，炸花面，好吃嗎？好吃。那個咖喱的米頭凍菜，點都係啲印尼冇兩種東西。我唔曉講客家話。夫妻死去時也痛。